即马喙炎令已经解禁嘛，但个流行感冒疫情有搁压起来，亲像流感即马就出现3年来头一个囡仔重症死亡的案例。这是北部一个5岁的查甫囡仔，伊引起脑炎，对发病到死亡，敢若短3天尔。另外，高主顶礼拜嘛新增加12个确定病例，目前咱国内高主的病例有91例。那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，即马嘛继续咧压悬，可能会一直拖到6月底。新冠第4波疫情搁起来，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平均每天增加154例新冠并发症病例，比前一礼拜增加33%。有估这波疫情会烧到6月底。按算是顶礼拜本土流行病毒株 XBB 变异株已经超过BA.2.75，是本土主流株，其中传播力强的大角星 XBB.1.16到11例。XBB 在上一周正式超过其他的变异株，成为主流的病毒株，所以提醒民众在这一波有可能有新感染或重复感染的情形会比较多。另外，流感疫情也继续滚价，顶礼拜增加14例流感重症加2例死亡个案，其中包含3年来第二流感囡仔死亡病例，个案是北部5岁囡仔，为发病到死亡只有短3天。当时也有尽快的给予流感的抗病毒药物做治疗。不过还是不幸在隔天有出现心跳突然停止的状况，经过给予升压剂跟经过多次的急救，还是不幸的因为并发脑炎而过世。在高主疫情顶礼拜增加12例本土确定病例，国内已经有91例高主个案。第3阶段高主疫苗会继续提供给风险民众，有优助第1期甲第2期。今麦世界卫生组织宣布，新冠肺炎无过造成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，各国也取消疫苗注射证明或者是体检阴性证明。台湾所谓新冠健康证明，要在5月31日退场，要个提供服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